在2026年，數位可見度的戰場不再僅僅圍繞關鍵字展開，而是取決於機器可讀性。隨住 AI 驅動的搜尋引擎和大型語言模型 LLM 成為用戶獲取資訊的首選方式，年的網站架構必須同時能被演算法和人類理解。實施高級結構化數據與 schema 標記已不再是可選項，而是提升 AI 搜尋可見度的動力。在網頁設計機構 WebQuarks， 我們優先考慮語義清晰度，確保您的品牌數據能被下一代搜尋引擎精準抓取並優先推薦。一個外觀精美但缺乏清晰數據層級的響應式設計網站，對 AI 爬蟲來說基本上是不可見的。透過利用 JSON-LD 和其他機器可讀格式，您為技術架構中的元素，從產品庫存到專家憑證，提供了明確的語境。這種技術精準度需要高性能的網頁寄存環境來即時傳輸原數據，將 Salesforce 或 Stripe 等企業級 API 整合到您的金融科技案例後端中，可實現 schema 的實時更新，確保 AI 代理始終能獲取關於您業務的最新事實。結構化數據對電子商務系統營銷的影響是深遠的，尤其是在爭奪 AI 生成回答中的0位排名方面。當內容被正確分類，它就會成為語音助手和聊天搜尋的權威來源。我們的過往案例展示了我們如何將技術 SEO 融入定制開發的數位組織中，透過提高機器的可讀性，連實際上是在訓練全球最強大的 AI 模型來為您的品牌代言。歸根結底，機器可讀性是為了彌合人類創意與演算法邏輯之間的鴻溝。AI 時代的專業，關於我們網頁開發服務，既是數據科學，也是視覺藝術。如果您目前的網站在 AI 搜尋摘要中不見蹤影，現在就是聯絡我們審計技術 SEO 策略的好時機。在 WebCoins，我們確保您的業務不僅被看見，更被深度理解。